大家好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莉亚的老公他的中文名字叫做伟良，救援投手。今天换我们来访问他然后先请伟良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叫郑伟良，然后我是马来西亚人，华裔。那我现在是在亚利桑那大学就读物理系，但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也研究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但是是在早期宇宙形成的黑洞的形成和演化，这样子。所以你是念硕士还是念博士？我现在是在念博士，那合理顺利的话，那今年会毕业。那你老婆在上一集里面她有讲到说你好像已经找到工作了。对，我接下来会到 Penn State University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念博士后，当博士后。对，因为博士后其实算是一份工作，那这份博士后的研究工作通常是衔接在博士班毕业之后到你找到一份正式的永久的教职之前，那就博士后这段时间就算是有点类似成为教授或正职研究人员前的一个预备役。签几年？对，一般是主要是每个大学都不一样，但大部分的任期主要集中在2年到3年，差不多。对，那你这个职位你签了2年吗？我这个职位目前的那个资金是可以让我做3年，那老板也期望我做3年，2年就好了。但是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规定是他们是1年1聘。对，所以我是看表现在1年1聘，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让我做，看要不要再续约就对了。对，有没有发 paper， 有发就再续约就对了。对，那主要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其实就是要看接下来几年的那个资金funding的那个分配，因为最近比较麻烦一点。你说你是马来西亚人，对，那你怎么会到台湾？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才到台湾？对，就在我高中毕业之后，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是想做一些学术研究。那我主要的兴趣领域是在物理跟天文。那在当时候在马来西亚并没有比较好的天文教育。然后我后来申请的学校，台湾给出的条件和就学环境都是对物理跟天文学术研究比较好的。那台大吗？对，台大。你就是在台大认识你老婆的嘛？对，没错。对，我在台大念了学士和硕士期间的时候认识我的。所以你以前其实也是功课很好，也是很会考试。还行吧，还行。你看这种人很谦虚，念台大的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啦。还行。那你看你老婆，你看人又长得漂亮，又优秀，然后又贤惠，这种货色为什么会台湾也没几个，就被你抢走一个，差一走了。对，直接更给好足了，没办法。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就是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生活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有什么样的差别？你觉得跟马来西亚说，对，你家里面你有讲什么方言吗？我讲话你敢听有？听有，因为我的祖籍，我祖籍是福建人。是福建南安人，就是我们家有就是做父系母系嘛，父系是南安人，那母系是厦门人。对，所以我在那里我们都我会说福建话，我会说一些福建话，福建话，我们叫福建话。然后我会说一点点的福建话，我会说一点点的粤语。然后为什么会说粤语？因为那里会讲粤语的人也多啊，在马来西亚嘛，对，马来西亚也会多。所以说你是从小听吗？对。从小就听。对，然后家里长辈沟通也都用福建话比较多。对，所以其实就是各种混杂啦。那我们主要是因为是祖籍都是福建人比较多，所以讲福建话的情况下比较多。那粤语的话，就通常跟大家交流。如果说我现在如果要用台语跟你访问的话，你会觉得你有办法吗？我98成以上肯定是能听懂的，但要我很流利的讲出完整的福建话，可能你们听来我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我们很多发音其实不一样的，对，而且是对标的不一样，是不止对台语不一样，对原本的福建话也不一样，因为有很多的发音都已经在地化了。对啦，这个就像英文传进去印度它就有别的腔了嘛。对，那英文也是传进去，像苏格兰它也是不同的腔嘛。对，那传进去台湾也不同的腔。对，像在这边美国人都讲这个英文字母 N， 在台湾大家都讲 N， 很奇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对，
对对对，好，那你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有什么样的改变或心得？对对对，你讲讲看。我那时候刚到台湾的时候是大概是在2010年前后，所以那时候的风气还是属于就是台湾那时候还算是软文化输出很盛行的时候，就比如说什么台湾偶像剧啊、台湾的影视啊，都还是非常的流行，至少在东南亚是相当的流行，是那时候流行文化的指标。所以我刚到台湾的时候是那时候大家都还被台湾文化统治的情况。真的，你们有在看台湾的电视剧？有，我看很多，我知道很多8点档戏剧哦。我家人很爱看爱哦，而且我看完整套《世间路》哦。真的、啊？对，就是那以前真的这么红。你们会看闽南语的电视剧吗？啊，这是一个重点。那传到东南亚的时候，因为主要是东南亚会讲，主要是官方的媒体在播报，在放这些电视剧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以中文在播放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听的大部分都是中文。所以那时候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有请莉亚，就是跟我家人表演一段，就是那边电视上正在播。中文配音，我们把中文配音关掉，我们让莉亚现场配音给大家看。真正的台语是这样子讲的哦，然后大家都很震惊哦，原来是这样吗？这样对。所以说你会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台湾文化、流行文化在马来西亚也算蛮流行的。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其实最大原因就是我一开始讲，就是我可以申请上的学校里面，台湾给的福利是最好的啊。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申请上3个不同的地方，那台湾给的是最好的，就是可以让我因为我家里主要是没有办法可以，就是有资金可以让我去念大学，所以我那时候必须要靠申请一些奖学金、助学金。那台湾给的是最好的，台大奖学金给的很豪迈吗？还算不错，对，还算不错。就是那时候至少是可以让我还可以把妹啊？没有，我是那时候是处于一边拿奖，然后就是半工半读，至少，因为其实以大部分不管是美制或英制的大学来说的话，大部分的大学或以上的高等教育其实是不允许让学生去工作的。所以这是一个现行制度嘛。那台湾是非常非常少数可以让学生半工半读念完高等教育的，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那你喜不喜欢台湾？你说就学环境还是生活环境、就学环境都还是非常好。你会觉得台湾很吵吗？一天到晚在选举，会吗？我觉得这也要，我觉得政治在哪里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生活的因素。那以台湾的环境来说，我并不会觉得台湾的政治环境非常的嘈杂。比起我熟知的其他几个国家而言的话，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话，我们至少还有种族问题。对，比起政党的问题，还更复杂。我们还有额外的种族问题，所以我并不会觉得台湾的那个的政治环境会让我觉得台湾不是一个适合生活或求学的环境。OK， 这以我那时候的印象和生活的一些态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还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好，那你从台湾，你是在台湾念完大学，对，然后直接申请美国的博士班？不是，我是在台湾念完大学和硕士之后，对，因为我大学其实是物理系的。那我在念完物理系之后，我想要转天文领域，那时候我可以选择直接大学申请国外的博班，或者是中途先念一个硕士，再转成，然后再去念博班，因为他们其实在申请硕博班的那个pool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有考量到一些申请就是家庭背景跟经济因素的问题，然后再加上一些我那时候也比较想要有一些准备之后再出国，所以那时候就 delay 了自己念博班的那个时间。其实我以前物理比我是念化学的博士啊，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念高中的时候，我的物理比化学还好，可是我会觉得念物理好像很难找工作，后来我就决定念化学，不然其实我真的是物理比化学还好。这是一个蛮长大家拿出来讨论的问题，就是念物理好像直观上而言，大家并不觉得念物理可以直接跟赚钱挂钩。其实我最好的是数学啊，对，可是数学好，物理就会好，因为数学只要好，物理就会变得比较简单。对，那
化学当然又更简单。对，那我会觉得好像化学就应用到数学的部分好像也蛮多的。对，所以后来我就选择念化学系，而且马盖先也是化学系的。对啊，化学就殊途同归，到最后也是物理跟数学。对。好，所以说，那你从台湾到美国来之后，有什么样的文化 culture shock？ 就是有什么样的这 culture shock 应该文化冲击？对，我觉得最大的文化冲击其实主要是在对机会的争取、权力的争取跟机会的争取。对，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的那个教育背景，并很少让我有觉得机会是一个需要去积极争取，不然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的一个环境。因为不管是当我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台湾念书求学的阶段，那就是机会是随处可见，那而且机会是可以明显的争取来的。但是当到美国之后，那因为美国的教育制度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当然对本国人的优惠是非常好的，但是对外国人而言，很多机会是你不争取，其实不会轻易的让到你的头上来。所以变成积极争取你自己的权利或机会，是一个在美国需要你主动去争取的事情，主动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东西是以前我们并没有被积极推广的。这个我真的深有同感啊！因为以前我念化学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跟那个田纳西有一个国家实验室叫做 Oak Ridge， 对，橡树林，中文好像叫橡树林国家实验室。然后他那边有最新最好的电子显微镜。那时候我们博士班导师就问说，你们谁想要去那边做实验？第一个我就举手，我就觉得说应该要去，因为这个是世界知名度很高的国家实验室嘛。后来我就每2个礼拜去一次。那后来所以我毕业之后，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在做化学，我反而是做的比较偏向电子显微镜的东西。所以你讲的这个我有同感，就是你要去争取，对，你要去争取为了自己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是真的是没错。可是你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是有在准备，所以机会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争取。对。好，现在再问你哈，就因为你3个地方你都住蛮久了嘛，马来西亚是你的出生地嘛，对。那台湾你在那边念了学士，又念了硕士，还把了妹娶了老婆，所以说也好几年了嘛，对不对？快10年。那你在美国已经待几年？你来6年。对，来了第一天就住我家了嘛。对。然后soon after， 然后疫情就开始了。所以说，其实你在这3个地方都已经住蛮久了。对。那要不要分享一下优缺点？我们先说马来西亚好了。马来西亚是一个东南亚国家嘛，还算是半岛国家。那没有太多的自然天灾，有偶尔的水灾和雨灾，但有没有地震？以前没有，因为它是台地。但是附近的好几个国家都在地震带上，所以偶尔会有影响。像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是2006年的南亚大海啸，对，跟前阵子跟最近刚发生的那个缅甸大地震，可以稍微影响到一些。但正常情况下，我们那边是水灾和雨灾比较多一点。那缅甸跟马来西亚也还差很远吧？对，还差很远，但是会有一些地方会有受到一点点影响。但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没有为地震做好准备啦。对，好，那天灾很少。但是我们附近的国家也大部分都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嘛。那我们附近有一个先进国家，但其他国家绝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那大家很常就会出现，因为发展中国家、先进国家，大家都想往先进国家跑。对，所以马来西亚又是紧邻新加坡的国家，所以我们那边还蛮多就是移民的，各个地方来的移民。当然自己本土的人民也想要往新加坡挤。所以造成马来西亚是一个很容易会有外来人口的，而且再加上本地也有蛮多的不同的种族，所以各种牵扯之下，种族的议题，不管是种族的议题，还是一些经济政治的问题，都还蛮多的。但是在地的生活态度，在地的生活是相当友善的。那除了在大城市的犯罪率可能居高不下，我相信这个在各大城市都一样。但是在居住来说，算是居住和生活来说是相对比较良善，然后也相对比较负担得起的地方。对。那
台湾呢？对，然后台湾的话就是等一下，我关个门啊。你继续讲哦。那台湾的话就是高度发展的地方嘛。那我大部分时间其实大部分都住在台北。那当然我闲起来也会去其他地方也环过岛。那台湾给我的印象就是你怎么环岛？环岛啊，当时是机车环岛。哦，你在台湾有机车？对，我在没有，那是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是我在农历春节的时候跟朋友要回老家，然后就把他的机车借给我，他机车没用，但他的机车就借给我，那我就骑着他机车在春节期间就是全台跑照。哦，对， okay, 就换了一圈这样子。好，那台湾的环境就是非常的安全，然后也非常的便利，太便利了，我觉得。然后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在台湾可以处理做到，然后资源也很多，什么事情处理来都很方便快捷。那又有非常良善的交通系统。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以我去过的国家而言，台湾真的是世界上少数极安全、便利和舒服的地方。对，真的是少数。对，我必须要以我去过的城市而言的话，好。那有坏处吗？当然也有坏处，就是可能相对的大家的意识形态可能比较对立。但这完全是人本之间的问题。对，但是就生活而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再来是，如果是那以美国而言的话，就是美国地大。那当然，如果住在高度集中的城市的话，那是另外一个生活的情境。那在其他地方而言，就是相对的地大，资源当然多，但相对而言也比较贵，就是没有那么便利。因为地大嘛，所以代表物流传输起来的话，时间就拉长了，所以没有那么的便利。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你很多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而且这里的要开车啦，对，要开车啦，自己修东西啦，而且这里的人工成本都非常的高，因为美国嘛，所以人工都往外包了，所以人工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在美国是相对容易可以在比较年轻的年纪，或者是用比较少的代价可以自己处理的事情的话，大家都会倾向于自己处理。像有时候你可能，而且这里的医疗系统也非常的昂贵，保险也非常的昂贵，所以大部分其实你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通常都会倾向于自己解决。所以某一方面而言，这会逼你独立。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啊，我有个朋友，他在一家公司，那他这个是半导体的设备厂，很大，叫做 Applied Materials，非常大的公司。对，那他有一次脚受伤，然后去缝了4针，然后拿到账单4000多块。后来他心里就想，我的天哪，我缝了4针就要花4000多块，等于1针就1000块。所以说他就开始在 YouTube 上面找要怎么样拆线。到后来他真的去药局买了酒精啊、棉花、剪刀啊那些东西全部都买好了，回来自己拆线，还拆成功了。他还很高兴跟我们讲说，我自己会拆线呢。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资深工程师哦，对，那住在加州，他居然会害怕这个医疗账单，你就知道美国的医疗有多可怕。那个价钱真的是昂贵到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完全不合理啊。对。好，那你讲这么多，我想问你，你想不想定居在美国？因为我知道你有在申请绿卡嘛，对啊，那你就是有起心动念想要在美国定居嘛，对不对？对。那你想要定居在美国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舞台就在这边吗？你的工作，你的舞台，主要的舞台就是在美国吗？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你拿这套回去台湾或者是回去马来西亚也能有很好的发展，可是因为美国住的舒服，所以你就想留下来？这里要分成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我的工作。那以我的研究领域和我的工作而言，美国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选择。那所以就这点而言，我愿不愿意因为我的工作而言留在美国？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相对来说，应该说，我觉得这也是事实。以我们研究的资源来说，以我的这个领域研究资源来说，美国是目前还是排名第1的对资源输出国之一。所以以研究的数据来说，
可以留在美国，就可以相对获得更多的资源。你们只要跟 NASA 随便一合作，就几年就几百万就有了嘛。对不对？那之前啦，现在比较难说。那如果是撇除工作以外，那就是生活因素嘛。那生活因素的话，因为有 two party problems，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看另一半的选择。那以生活而言，因为我在马来西亚生活过，我也在台湾生活过。那我并没有利好任何，我并没有觉得任一方有突出的一点。但有一个问题是，我的另一半可能比较不适合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因为那里他没办法工作。那在台湾的话和美国，那他当然都可以工作嘛。那就变成是台湾和美国他在哪里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是他在美国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你们两个双赢，在美国你们两个都可以。对，所以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来看，优劣胜败就是美国相对优胜一些，所以我就会选择可能，那如果一定要在这3个地方选一个的话，那美国可能就是相对好。那当然，当然其他的国家如果也满足以上工作和生活的条件的话，那他们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选择。对。你老婆好像不觉得你英文好欸？你们马来西亚是不是英语教育非常成功啊？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里面我们是双语并重。那这个的双语的第一语言其实指的是国语，我们的国语是马来文，所以你的马来文是你必须要会的。你会讲吗？我会啊，真的？我会讲啊。你会讲几种语言？我们要流畅的，就是可以有达到句子的对话，跟正常人对话的话，我会马来文、英文、中文、福建话也算了对，就可以至少可以流畅的讲出几句话嘛。那福建话也算。哇，那不简单呢。对，然后在某些情况下，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我觉得日文算是可以通。就是我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我的回应可能没有办法切中要点，但我会讲几句。你是卡通看太多了对之类的。对。好，那就是特殊情境啊。我的英文只强在我的领域。对，我在我的领域可以用全英文沟通，应该说在我的领域我没有办法用中文沟通，因为我没有办法，我不会讲。我也是对，有些专有名词我不会，我是真的不会，而且我没有办法跟就是别人要用中文跟我沟通的研究领域，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没有办法讲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像刚才的那个开头介绍，我已经思考良久才讲出那一句话。我差不多上个月吧，有一个亲戚打电话给我，他说今天你都画好朴素我们家小孩有那个化学不会，你来教一下。我说好，来看一看。我简直不晓得怎么样用中文跟他讲，对，因为有很多名词。有很多东西我真的就是没有学过啊。对我真的就是不晓得这个东西应该要怎么跟他讲啊。对，又或者是以前大学可能学过，可是因为太久习惯性10几年来我都没有这样讲，我都是用英文在讲，对，反而讲不出来。对，所以你如果叫我现在上台比如说去教一堂课，我会用英文讲得很顺，对，完全没有问题哦。对，哎呦，但是中文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对，会有这个现象，没错。你讲这个我真的是深有同感。就我大学我就有发生过一件趣事，是我大学的时候有当过那个助教，就是物理系的助教。那我们物理系的大部分课其实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老师上课可能讲中文，但是我们的教材啊或者是考试大部分都是写英文嘛。就这是现在应该是算是台湾比较流行的大学的物理教育的模式。那我当时候当的一门助教课，那我老师是小时候就离开台湾，然后在国外生活了大半辈子，然后再回来台湾，然后当教授教书。那他中文也说的蛮流利，但是就是可能绝对是没有英文讲的那么通顺。对，所以他最后是决定在自己的课堂上面决定用英文教学。那就讲英文嘛。那他每次讲完课之后，学生都会一脸他到底茫然的看着我，他到底讲了什么？然后我也一脸茫然的看着学生，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解释，因为我也不会中文。对，对吧？就是类似这样，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双语教育成功吗？
以双语来说是成功的，就是但是我并没有说，我刚刚只说了嘛，我刚刚只说了第一语言是国语嘛，但我其实并没有说第二语言是什么。那第二语言就是要看你们的看你的那个学校的选择，或者是看你的成长背景来选择。因为在马来文之外，你的第二语言通常会是你的母语，或者是你在家里在讲的语言。那比如说像我们家大部分情况下是讲Hokkien 话跟中文，那我 pick up 这两个语言会比我 pick up 英文来的快一些，所以我小时候长大是必须要学，至少就是学校的正式语文课是我们至少要学3门，我们必须要学马来文，学中文那是学校的选择，那英文是考试会考，所以我们英文也必须要考。在恁遐讲Hokkien话的人是多还是少？要看你是在哪里。你差一点就讲福建话出来了。对，我刚刚差一点就要讲了。没有这个要跟对的人讲，会讲就想讲。对，对不对，对的话会讲。就我大部分情况下只会跟我家人讲啊，对，因为我讲的那个腔调他们才听得懂，然后他们讲的腔调我也听得懂，但是我讲的腔调别人一定听不懂。我实在我到处想要找人讲闽南话，那我唯一能讲话的时间就是打电话给我爸妈啊，对。那我打给我爸妈的时候，我爸讲没5分钟，他就说好，我就听没有，我别来困啊。对啊，如果打给我妈的话，全部都是听他在讲，我根本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后来我也觉得打电话给他们也不是一个好方法，就没有人可以练。对，我只能自己做节目。可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生活在台湾了，所以有很多那个原本肌肉记忆应该怎么发音，我那个肌肉弱化了。对，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发音出来，我都觉得，诶，我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对，可是也没办法，也只能这样子了。对，完全赞同，我也是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小时候说我小时候必考3种语言嘛，那家里就讲福建话，所以就我算是相对至少这几个语言都还行。那在马来西亚是这样子，那其实像我这样子是学校教马来文、中文跟英文其实是相对少的。在马来西亚其实绝大部分的国立学校其实是教马来文跟英文主流，那中文是第2外语，那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要不要选。那我们学校是3种并重，所以就3种都有选。那所以我应该这辈子英文成绩最好的时候，英文最好的情况应该是在我高中刚毕业的时候，应该是我英文最好的时候。那后来就是变成就是因为少用，那后来到台湾去嘛，那大部分上课还是讲中文，所以我觉得我口说在我大学期间有下降蛮多的。那我觉得写作应该还是就是还是一样菜。对，那就但是口说应该是下降蛮多。然后到硕士班的时候，因为要大量念 paper， 然后指导教授也是强调我们这边不会讲中文，你就讲英文。那我们所以我口说又在慢慢练上来。到美国之后，口说就是我觉得相对变好，至少在自己的领域内是相对变好的。就因为在你做像我们做过研究的话，就绝大部分不管是你的论文、你的报告，你要讲什么，大部分情况下都讲英文，所以至少在专业领域内的对话，用英文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只是专业领域之外，你能不能讲出流利的口说会是一个大问题。这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在那个环境之下，已经逼迫的没有办法。对，在那个领域里面，你就是必须一定要会讲，就一定要讲。对，我也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对，所以我们应该算是有同样的经验，有同样的感觉。对，然后还有不要怕犯错，就是口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因为害怕自己会讲错或害怕自己会犯错，所以你就不敢讲。对这是绝对要这个是你要增强这些口说第一个要克服的难点，就是这个，你要勇敢的讲错了没关系，别人听得懂，别人愿意纠正你，这些都是好事，因为你不讲你永远不会进步。还有一个就是你看我的脸，我就不是美国人嘛 ，I have a good reason， 对不对？我不会讲，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啊。不然换你来讲英文看看嘛，对啊，对不对？我跟你讲英文是因为你只会讲英文对，对不对？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真的是应该怎么讲？语言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啦，沟通的工具。对，其实只要讲得通，有时候文法讲错了。有什么关系？人家完全不在乎，相信我。真的，999%没有人在乎你语法错误。你把 present tense 讲的 past tense 讲的 past present tense， 不会有人理你那个错误的。对，大家只在乎你传达的内容到底对不对。而且有很多教授其实也都是外籍的，对，他们根本英文也不是说很好啊。他们教授英文说不定还比你烂哦。对啊，所以说其实语言这个东西真的是
沟通的工具，然后能够讲得顺，对方能听得懂，能互相沟通就好了。对，那其实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当然你跟我还差一轮以上啊，你几岁？是没有那么多吧？我33，对，你刚好跟我差10岁。对，其实像我这个年纪啊，你可能还有机会。就是说我如果要讲的像我女儿就是在那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啊，她的台语她只会讲昂包、假崩，其他的她已经不会讲了。对啊，那中文我都跟她讲中文，她就用英文回我。那有一阵子我也想说，哎，这样下去不行，我就是硬性规定你就是要跟我讲中文。搞到后来她也是很不开心啊，不甘不愿，对啊。对啊，爸爸，我为什么要学中文？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像是脑袋里面有一个开关 switch，对啊，那我去到学校我就要讲英文，回到家里我就要把这个开关打开，要跟你讲中文。可是我现在跟你讲，我学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了一个吃饭，可是我去学校我用不到，我跟其他人用不到，所以说我不用我就忘了。可是你又要逼我讲，我就变得很痛苦，对，很痛苦，真的是。所以说我才想说。暑假尽量有机会我就把他送回去台湾，跟我爸妈住一起，看能不能学一些台湾的中文或者是闽南话。对，我觉得放在正确的环境下边，然后并且有一些外部的诱因的话，通常会比较容易提起大家愿意学一个语文的动力。OK， 再来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美国曾经遇到过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最大可能有2个部分。其实第一个部分，应该你老婆说是钱呢，她觉得钱算是很大的问题。钱，我觉得不管是，我觉得钱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钱背后牵扯的原因，其实就跟我前面讲的提到的一个事情有关系，就是关于机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是很多情况下你其实不知道，因为有很大的文化壁垒的隔阂，所以很多情况下是你不知道或你不知情某些资源是你可以得到或你可以从哪里去获得的。然后这些东西因为你不知道，所以自然而然你必须要花更多的代价，比如说钱去获得这些资讯。那刚才也讲过，因为美国地大，所以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也不是那种什么卫星大城市嘛，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当然你要去哪里要开车，我们这边大概就差不多100万人口啦。对，100万人口，但是疫情后，疫情前没有那么多。好，那所以你去哪里都要开车，那当然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很多事情你要自己来。那自己来的话，前提就是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来的时候你需要获得的工具跟资源在哪里。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马来西亚，这些东西是我原本就很熟知的，因为我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所以我知道要去哪里找这些资源，知道去哪里得到这些工具。但是在美国那个不一定，因为你知道一些管道，你知道一些资源，可以极大的节省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对，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这些资源，所以你需要花额外的代价，比如说你要花更多钱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在美国遇到最大问题，就是可以跟上面衔接起来，就是你需要知道你的机会，跟需要知道资源去哪里争取。对，这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你现在是已经快要毕业了嘛，对不对？对。那你的打算是你已经找到一个工作了嘛？博士后。对，那在学术圈，至少在我们的物理跟天文这个领域的学术圈的话，是大部分的美国这个系统啊，但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但在美国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是通常你博班的最后阶段，你找到了下一份工作的话，那老板通常就会让你毕业。那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比较好心的老板通常就会觉得就是我可以先让你继续在我这里当学生，对，你就继续做研究嘛，但直到你找到下一份工作，先继续用免死金牌，对，就学生签证，对，就让你先继续当学生，那你去工作就继续做，但只是就是让你有一个理由还可以继续合法的留在这里。那老板通常都会比较可以理解，就是国际学生在美国要留下来的那个处境。有人说找到工作的时候就是你论文交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对。我现在状况比较紧急一点，是我还有一些内容要赶，所以就是相对的必须要在新工作上任之前先赶快把东西赶出来。写毕业论文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对，有时候会写到突然觉得
我的理论是不是完全不对？对，然后而且还要备份哦。我跟你讲，我听过太多例子，每个人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都曾经笔电坏掉过，硬碟坏掉过，所以你最好备份个2-3份。对，我硕班写过一次毕业论文，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我博班只会更惨，真的非常痛苦，太多东西要写了。对，而且要很耐得住寂寞。别人去打球了，对，别人在吃火锅，对，我在这边干嘛？对，我还在这边熬。对啊，半夜2点了，肚子好饿。对，有时候想一想都想哭，对不对？对，做研究是非常的，当然，我觉得这个看各个不同领域啊，但至少在我们做学术研究的这条路是注定是寂寞的。现在再问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就不讲了啦，美国太强了啦，资源各方面都很多嘛，对不对？如果说你可以选择定居马来西亚或者是台湾的话，你想要定居哪里？因为2个地方你都住够久了嘛。对，你老实讲没有关系，不要因为我是台湾人你就讲台湾的好话，没有关系，随便讲。这么说吧，如果是我，如果我孤家寡人，我应该会选择住在马来西亚，因为毕竟我家人都还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会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可能愿意放弃一些我本来可以得到，对，放弃一些机会，我原本可以得到的东西，然后会在马来西亚工作或在马来西亚生活。那在有另外一半的情况下，我会比较倾向在台湾。对，因为这样子一来我另一半可以比较离家比较近，那我回马来西亚的那个代价也方便，代价也不是很高。对，但是反过来不一定成立。对，因为我在台湾可以找到工作，不代表我老婆可以在马来西亚找到工作，可能很困难。对，相对困难。对，所以以这样子来说，我会觉得在台湾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好定居的一个选择。对。那你来台湾呢？比如说你听到台湾人讲的闽南，我们讲台湾闽南话嘛，就讲台语，你会觉得听不懂吗？不会到听不懂。只会说就是有些词发音真的非常不同，所以举一个例子好不好？一个就好了。比如说，可以讲2个啊，比如说拥挤，我要说这个地方很拥挤，在至少我从小到大学的说法叫做愧羞啊？什么愧羞？对，但是你们好像是念成 K 羞吗？对啦，那个你们是念成 K 修，我们是念 K， 对，我们是念愧，愧，对，至少我家里教我是念愧没有错，我们是念愧修。那你那个可能比较偏泉州音呢？对，就是我那边很混杂，就是各种地方都有，各种口音都会有，因为只是多一个有乌跟没有乌的差别。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你们可能完全没有的，比如说1/4啊，这是什么东西？对，闽南语没有1/4这个概念，对不对？1/4，对。这要怎么讲？对，1/4啊，1/4啊，对，你们用很标准的台语去说，这是就是就是四分之里面有1份嘛。对，马来西亚不是，我们是念成苏古，对，我们念苏古，因为这是一个在地化的讲法，因为苏古其实是一个从马来文音译过来的另外一个讲法。这是外来语的。对，这是外来语。所以在我讲的那边，所以当我说一属古，当我下意识的说出一属古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我在一瞬间意识到，这个东西这个不是在原正统的闽南语里面应该要有的词，这样子。这很有意思嘞。对，所以就是很多在地化的不同的讲法。那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婆是律师，那所以说她其实她反应很快，对，而且她很会攻防。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我觉得还好，因为律师是个职业。他不会把工作带回家里。也不是说不会把工作带回家，应该说决定伴侣，就是伴侣之所以成为伴侣，跟他的工作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对，因为我们会成为伴侣，是因为他的人性，他的性格，跟他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太直接关系。他今天即使不是当律师，他可能是做其他工作也好，并不会改变我们会成为伴侣的这个决定。但是
他可以成为律师，肯定跟他的本性有关嘛。那我当然也支持他作为律师的这个选择，只是以他在法律层面，你如果要说以他在法律层面具备的这些专业，然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OK， 只能说在某些层面，他对于婚姻关系有他更法律的见解。对，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完全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伴侣关系。OK， 好，最后问你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后悔来美国？后悔来美国？对，或者是你当初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有想过其他的国家吗？对，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对，我必须要承认，我当初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是蛮 bias 的，因为我只申请了我只申请了2个地方，然后90%以上是在美国。那你的 bias 意思就是蛮有偏见的，就是你有就是我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就是我只申请了某些学校。OK， 就我只申请了某些地区的学校，并没有大傻逼的都申请。因为当然申请费也很贵耶。对，因为其实我孤家寡人的话，其实我不会那么孤注一掷的都只90%以上都丢美国学校，反而是可能会大部分很多地方我有兴趣的地方我都会丢。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那时候会90%以上的学校都丢美国的学校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另一半可以在美国，可以跟我一起来美国。对，他可以拿 F2 签证。对，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影响蛮大的。那就这一点而言，我有没有后悔来美国？并没有，没有。OK， 就反正做决定就不要后悔嘛。对，哎呦，这话很棒哎。这也没有回头路了嘛，对不对？对，就是跟我当初决定来台湾一样，就是我也没有我就来了嘛。对，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好不好后悔的啦，来了就来了，就走了。对，这才是。就把握住自己所有的机会嘛，就在如果你当下已经因为当下的那个机会跟选择，你最后已经做了一个决定的话，那就不要再因为你没有做其他的选择而后悔，那些都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其实人跟人之间为什么我其实没有常跟他见面，可是我跟他有话讲。其实我们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生观其实蛮相似的。对。就是说，其实就已经走了，有什么回头路？也没有讨论这个有什么用？对，没有什么用。可是有些人就不一样，有些人就在那边想说：“哎，要是我当初怎么样就好了。要是我当初没有来这里，我就怎么样。很多假设性问题耶，那你怎么假设的完？对不对？确实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应该这么说，如果你回顾过去的原因是为了要让你以后做出更好的选择，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没有问题，但并不是在懊悔你之前并因为没有做了什么选择，所以导致你现在没有了什么。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indset， 就是不要陷入对过去对自己的悔恨。对，因为毕竟可以累积到今天的自己，还是你过去自己做的决定。对，所以要相信现在的自己，对自己抱有一点信心。OK， 那以后。假设啦，如果说真的环境不太好，在美国觉得说待的不是很开心的话，你会选择回去马来西亚，还是会选择回去台湾？会回台湾吗？我们以一个我觉得这是可以，其实是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好预测的一个环境。我们说未来3年，因为我这样讲，你如果当博后，博后其实就是为了教子铺路，对，你以后很有可能就是去大学任教。我的期望之一，对。那问题是现在谁在当总统你也知道，对。那这个经费其实砍得蛮大的，对新进教授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没错。那假设今天如果说运气比较不好一点的话，也不要讲那么悲观啦，就是可能会过得比较辛苦啦。你会不会想说直接就干脆撤退回去马来西亚或台湾就好了？我可以撤退去其他国家。对，就是应该说这么稳。如果今年美国的大环境不好，我会不会愿意离开美国？会，我会愿意到其他可以发展更好的国家地区或国家。前提是我的另一半也有更好的，同样会有更好的发展的话。对，新加坡也很棒啊。新加坡很棒，那我找不到工作。对，这是个问题。
我另一半他可能找得到工作，因为那边外商多，所以他可能可以工作，但我可能就是比较难继续做研究。对，你这个领域我可能就要转职了，这样。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跟有兴趣或者是有想要来美国读你这个科系的，比如说跟物理相关、跟天文相关的这些人，你有什么好的建议？你觉得他们应该要知道什么事情？其实，如果对做物理和天文研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在想说要做物理和天文研究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其实不知道这个大环境里面有什么东西。就同样连接回前面讲的，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你到底有什么资源是可以自己争取的。对，你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源，你不知道这个大环境里面现在什么东西是强的，什么东西是相对弱势的。所以我强烈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想要继续在研究这条路上面走得比较久一点，那也有想过要来美国做这些事情，做研究的话，我真的强烈建议你找一些，看能不能找到一些门路，或者找一些认识的人帮忙联系，至少知道一下现领域现在的不管是环境啊、研究环境，或者是现在热门的题目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对未来的4-5年比较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知道你可以做什么。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念的大学里面一定有一些教授嘛，你就可以问那些教授，你以前读的哪一个学校？那现在什么题目最夯？对然后说，如果说我要申请的话，你能不能帮我什么忙？可以帮我写什么推荐信？对，有一个好的推荐，多问问，那差很多对，真的，对不对？然后有好的推荐信差很多，对，那个真的差太多了，而且有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推荐信里面帮你讲了几句好话，对，他就决定奖学金就给你了，对，你要是能拿到奖学金，你就可以不用烦恼那些问题嘛，没错，没错，对。所以像我那时候也命苦，我当了 TA， 就当了助教，我好像当了7个学期的助教，当很久的助教，对。然后后来有拿到研究助理的那个，对，那个时候那阵子就比较好，对。然后中间我的指导教授又跑去生小孩，所以我又那个，对，他就没有他跑去生小孩2次。所以我的毕业比人家延后了1年多，大概延后了大概1年半吧，因为他一请假就请了6-7个月嘛。对啊，所以说对啊，对。话说回来，这个资源真的很重要。你要是有办法找到认识的人，或者是认识的教授，或者是有什么学长，他已经曾经在那边待过，有认识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然后还有不要怕开口问，真的不要怕开口问教授，就是真的不要怕开口问他，就是有没有时间可以讲一下现在这个领域到底在红什么，或者你的研究题目主要是在做什么，不要怕，敢问，因为很多时候教授是怕找不到人去问他嘛。对，我以前也是这样，我那时候还没决定博士班要念什么主题的时候，我就书包背着，我那时候就先写 email 嘛，跟几个有兴趣的教授约好，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找你谈一谈。对，那有时候他其实也就是他也很乐意跟你谈。对，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拿椅子拉就做了，开始跟你讲了。对，就是这样。所以说你在谈的时候，你也可以知道说，这个要不要跟这个老板？对，他会不会是一个怪，会不会很难相处？对，或者是他这个东西有没有搞头嘛？对不对？你要是学了博士班念了5-6年，然后出来跟人家讲说我是一个博士，可是你没有用武之地有什么用？连工作都找不到有什么用？没错，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对，所以说人脉啦，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必须要，其实这就是这样啊，有知识就是有力量。对，你比别人获得更多的资讯，对，你就比人家更有优势，更占优势。没错，对，所以这2点就已经很重要了。然后心态要开放，对，这真的很重要。很多台湾学生来这边就很避俗啊，对，然后也不想跟人家讲话，要多真的是要很多时候所谓的资源就是靠社交来的。对，真的。那像我自己，我是不会喝酒啦，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好像也就是喝酒喝一喝啊，就知道什么消息。对，
那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对啊，对啊 ，small talk、small drink 都很重要。我是比较，我个性本来就是比较没有在管那么多，可能也是我比较没有自卑的心态，所以说我在这边我也交蛮多朋友的。对，可能也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在打网球，对，所以我一去打网球，我就能认识人啊，我也能认识医生，也能认识律师、建筑师，我都能认识得到。没错，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可能你来台湾，就是你在台湾还没来美国之前，你就要先培养一个社交的技能，可能就是你会打个篮球，或者是你会打个网球，或者是你有什么其他的特殊技能可以交朋友的。没错，我觉得这也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跟别人不一样。对，变得比较有你会让自己变得有对，不但你讲话东西会有主题，也会让自己变得比较有自信一点。对，因为你不能只在自己的领域内可以跟别人对谈，你必须也要在生活，因为你毕竟来这里是要生活的，不是只有做研究，你还要生活。对，所以生活这部分的技能也要点一点。对，你不需要跟别人，你不需要当很厉害的社交达人，跟任何人都可以讲任何话，不需要。但至少你要可以跟正常人维持一个可能5到6段的对话，这就很好了。对。OK， 好，今天谢谢伟良来跟我们讲这么多。然后他要搬去那个哪里 ？Pennsylvania State。对，我要搬到 Penn State， 就是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正中间渺无人烟的地方。然后就要至少做2年的 postdoc。对，祝福他一切顺利，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对，谢谢。OK， 好，拜拜。